为了要改善空气品质，保护囡仔健康，这环境部今宣布要和教育部、经济部来合作，针对国内22个工业区附近的学校做空气品质的监测，未来也会把这监测报告放伫网络对外公开，找出这空气污染的源头，要求污染源就要改善。 对画面会当看到工业区附近的空气无好，看起来雾雾。社会经济发展加上台湾土地较下，真侪学校就伫工业区边遐。根据统计，环境部逐年拢会收到定情的案件，有8成拢是和空气污染有关系。其中教育单位学校反映的案件内底，有88%拢是闻到臭味。一旦空污不好的时候，这些体育活动或是户外活动可能都会减少。那针对于学生长期的健康而言，也都是会造成影响的。为着儿童的健康权，环境部宣布和教育部、经济部也阁有专家合作，会先针对22个重点工业区附近的学校做空气品质的体检。学校的部分会设相对应的监测器，然后也有采样器，然后去监测有没有异常浓度的增加。如果有，我们2个资料来做比对，然后接后进去来做可能的污染源分析，然后来进行检验。那整个过程改善完成以后，我们还会再设，无论在工业区本身或在学校部分，还会再设相对应的感测器来做后续的监督。学者嘛表示，政府已经爱保障儿童有清气的水、清气的空气才会权利。环境部表示，这个空气品质体检报告，未来嘛会将调查结果放伫网站顶悬，对外公开，嘛互政府知影爱对倒位落去做改善。记者陈心东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